歡迎大家收睇 Remax Power 17置業樂安居，我係 Ronald。多倫多2月份房屋銷售持續鞏固調整，成交有5759宗，對比去年同期下跌1成5，不過平均樓價就突破咗50萬大關，對比舊年同期升2%，而比1月份樓價平均升咗3萬。原因係首次置業人士開始再次入市，預期後市亦會回暖。同大家介紹嘅係26號 Townsend 喺 Cachet Area， 亦都係我哋嘅 Pierre-Chouteau 嘅一個學校區。呢個係一間3200尺5睡房嘅3車房大屋。呢間屋係全新嘅裝修，配襯咗時尚嘅水晶燈飾。喺廚房裏邊亦都有 granite 嘅 countertop 同埋不鏽鋼嘅電器。完成嘅一個非常之漂亮嘅土庫，亦都係 walk out 嘅。喺呢個 Cachet 嘅 area， 一個3車房嘅大屋，佢嘅售價只不過係1249000蚊，係非常之上之選。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 Power 17給大家帶來的新的物業是位於 Bayville 和 Major Mackenzie 東北角的一處物業。本物業是獨立屋、雙車庫，樓上4間睡房組成。特別提醒您的是，本物業隸屬於 Bayville Secondary High School， 是一個傳統名校區。本物業位於時尚成熟社區，近商場以及高速，僅叫價79萬9。您還猶豫什麼呢？趕快來看房吧！想知道更多嘅物業資料，可以隨時瀏覽我哋嘅網頁，歡迎隨時打電話同我哋聯絡。下次再會。